難，所以先能第一時間去佢嗰度嘅。跟住我哋廣寧呢有啲咩需要嗰啲呢吓，孤寡兒嗰啲呢，你可以 at 我話俾我知喺邊度，因為呢我依家呢啲大哥呢佢話盡量做去幫下嗰啲孤兒嗰啲吓，特別孤兒嗰啲兒童助學佢，等佢希望佢長大以後可以為社會做翻啲貢獻，知唔知啊？兄弟們啊，大家要理解，唔係話想去惠及都唔去廣寧做噶嘛。哎呀，多謝我哋嘅星爺，多謝多謝。所以呢，大家又要理解啊，真係理解。我校人呢就喺廣寧，三個地方啊，三個地方。所以派豬肉呢，我第一時間我都係派咗自己廣寧，因為80%個票，80%個票，阿全嘅收益都係來自我哋廣寧嘅，真係80%係廣寧人民擁住我，真係廣寧人民擁住我。我喺嗰度再次感謝大家先吓，再次感謝大家，因為有你哋嘅支持，阿全先生可以做到更多嘅嘢，能夠回饋到社會少少嘅一份心意亦不在掛齒，就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繼續支持，一直以來咁支持阿全少啊！放心，兄弟們，你哋養住我，但我唔會亂花一毫一分放去或者係攞去嗰啲 set 攞去健年共龍嗰啲噶，大家請可以監督因為呢真係呢2年來，特別我家長真係關顧我好多，幾個大佬真係一齊咁養住阿全。我哋呢嗰啲凝聚力，哪怕係1毫子，又係對阿全嗰種支持，一個燈牌，一個點讚，一個互動，真係嘅。希望大家祝大家身體健康啦！我感慨嗰啲嘢我都唔想再講太多，就係希望能夠有一日阿全能夠做得更好，做得更大，能夠回顧到家鄉，兄弟們，好冇？等我整啖嗰啲飲下先聽日至於呢，聽日呢，因為呢我做呢個呢，我又必須要真實性而唔係話喺直播間點個關注話就要去你嗰度，唔係噶，我要係真實自己了解清楚燈牌禮炮不用放了我帶走。哎呦我的媽！唔得噶，帶走唔可以帶走嘅，真係今晚你喺度放部，哎呦我的媽！放部跑車過來，哎呦我的媽！放2秒先，好冇？今晚整部跑車過來，等我放2秒先吓。後日同你一齊去我哋廣寧有一個地方，又係嗰啲貧困兒童類嘅又係嗰啲一個。到時呢我又去行一行大家聽日呢留意阿全直播間，後日又係留意阿全下午3點歡迎大佬們歡迎新入來直播間朋友仔嚟，歡迎如意晚上好多謝大家支持有賴於大家。福袋有喂，睇下邊個搶得到未幫我點關注嘅點個關注未幫我點關注嘅點個關注你嘅700票攞嚟點燈牌我以為7000票添你真係呢個 D303 真係衰仔今晚又話喺飛機哥嗰度話仲有7000嘅票，我諗住同你倒換咗佢噶嘛。歡迎歐建浩福袋好難中你仲好講你入7輪都中，你有幾時未中過嘅？你講你有幾時未中過嘅歡迎草莓甜醬，歡迎我哋嘅忘憂哥。快個咩事？嘢我見佢發出來對面個賺第52蚊，賺第78蚊，賺第100幾蚊，好似加埋幾多日，好似都買夠，好似幾多百蚊，好似係。賺到電費你仲開播做乜嘢馬手開播真係意思你自己好犀利咁做咩你突然間直播間馬細大佬嘅你講點解㗎？哎呀，我直播間啲大佬排咗，你唔好喺度交噏多過呼吸我咁你知打你唔打？來，今天晚上幹他3把就好了，打回春天得啦。
來，驚嚟啊！你真係啊！細細地第一鋪，一口氣單日同我跨垃圾桶66個，翻一口停氣，一次加30。哎呀，佢驚我喎，可以停一次，哎呀我唔屌你呢個啊，我唔屌你你。唔得咩？